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 A， 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的这个胡指走势又是让散户提心吊胆的一天散户又要担心一天。胡适全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小幅下跌，北证50指数跌了近3%，截至收盘沪指跌0.1%，深成指跌0.32%，创业板指数跌了0.28%，跌幅都不大，都是在震荡。两市1475只个股上涨，3510只个股下跌，也就是基本上都是在下跌，跌多涨少又是金融消费者消费的一天。更主要的是两市成交额只有1.47万亿也就是已经萎缩到1.5万亿这个区间，这个已经是非常不妙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也就是说成交量已经不足了。越来越多的人离场，这个都预示着恐怕接下来要变盘而且恐怕要大幅度的下杀。原因主要有几个一个就是你看缩量，就等着变盘。那现在往上变，理由是什么呢？现在所有的概念都已经在退潮，唯有一个概念，那就是美股暴跌，有很多资金外溢，就外逃那多多少少它就配置了中国资产，这个是公开信息那配置中国资产就有部分资金流入到胡适，他们在胡适搞一搞这个 DeepSeek 概念，人工智能概念。但是现在这个已经退潮了，这些资金并不会太多，所以说还在胡适等着吃最后一波的人恐怕要请客了。往上走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谁愿意往上拉呢？谁出力呢？一拉大家都跑，所以只有往上走需要实实在在的业绩，对吧？拿着筹码不害怕，因为你上市公司业绩好，到了年底分红比银行利息高得多，那人家就敢买这是一个逻辑但问题是上市公司的业绩好得了吗？对吧？那些科技股到现在哪一只股票赚钱呢？有盈利能力，都在讲概念讲故事。现在胡适的参与者都想把自己手中的筹码交给别人。这个有媒体报道财新网说美国投资者对中国股票兴趣创3年新高，外资对中国股票乐观情绪在增加。一方面，花旗近日在美国纽约路演中发现美国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兴趣创3年新高。另一方面，杰弗瑞全球股票策略主管指出，近月其全球股票模拟组合中已大幅加仓中国股票，且继续看好。记住了是模拟组合花旗2025年3月16日的一篇研报中透露，此前一周该行中国经济师和中国股票策略师在美国的路演中，美国投资者展现出3年来最高的热情，而且在各类投资者中，长线资金比对冲基金对中国的市场态度更积极。美国投资者最关注的3大议题包括：第一，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第二，港股近期上涨主要由科技股驱动，涨势能否向其他板块扩散；第三，中国政府将出台哪些政策刺激经济。关于这个美国投资者、海外投资者对中国资产的兴趣我在前2天节目也讲过了，这主要跟美股下跌有极大的关系。关于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刘继鹏老师他也做了个视频，大家看视频。两会结束，今天的资本市场行情发生了惊喜的变化。首先是港股上涨了400多点，接近24000点。其次是上证指数今天也上涨了50多点，截止到中午已经突破了3400点。如此看来，大家说今年有望向更高的高度冲锋是完全有可能的。纵观这个消息，这样的喜人景象是什么原因呢？找来找去，也许是昨天美国实际上也公布了一项首领申请失业金人数，这个是22万人，比预期的22.5万人少了5000人。这一周还公布了美国2月份的通货膨胀指数，2月份的综合通货膨胀指数是2.8，比预期的2.9也少了1个点，就使人们对于美国经济发展的数字，一个是通胀比预期的低，一个是申领失业金人数比预期的少，所以导致了美国的股指和黄金的2大变化。一个是黄金昨天顺利的突破了$3000大关，其次是美国的股指昨天又暴跌了400多点，已经从45000点跌到了4万
多一点，将近5000点的下跌，令人震惊。美国的这次股指下跌，快把裤子都给跌下来了。这个股指的下跌肯定是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密切相关。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经济是有不利影响的。关税增加之后，到底这个增加的关税负担是由消费者，也就由美国方面承担，还是由供应者这些出口到美国的企业来担？最近沃尔玛也在中国要求中国商品的供应中一再要降低中国商品的收购价格，想要中国企业承担，但是遭到了中国企业的一致反对。所以看来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很不得人心的。当然，2月份的通胀指数和申领失业金人数还比较理想，这主要是美国过去这个贸易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的惯性使然。黄金虽然突破了3000点大关，很多人也乐观的预期黄金将向3500美金冲击，甚至有人预计2季度就可以达到。但是我个人觉得应该保持一定的警惕。也就是讲，虽然就是黄金往往是跟美联储的加息降息政策密切相关的，经济好转这个现象只是暂时的，因为美国的关税政策如果特朗普强力推出，对世界各个贸易大国跟他有出口顺差的国家都采用高关税的政策，那实际上就必然带来美国老百姓消费品物价的上涨，因为这个关税增加到他们的消费价格里去。所以未来美国的5月份、6月份可能通货膨胀还会上涨。如果通货膨胀上涨，那美元的6月份再降息0.25个点，全年再降息2次就很难实现了。黄金又跟美元的降息密切相关，因为黄金1盎司美元突破了3000美金，是和美元挂钩的，而美元又是跟储蓄的利息政策密切相关的。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时期呢，不要被一时的喜悦冲昏头脑，还是要保持高度警觉，密切关注国际上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带来的通胀及美联储的加息降息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中国经济是打压的。但是现在为什么香港和大陆的股市又都在涨？就是在于那些长期投资美国股市的资金，现在在普遍的往外撤出，跑到了香港。就是美国股市涨，香港股市跌，他们跑到了美国。现在美国的股市跌，他们又跑到了香港。所以香港股市已经从18000点已经涨了将近6000点到24000点。香港的政策跟中国也是密切连在一起的。中国股市长期低迷，跟美国的股价比，一个在天花板上，一个在地板价上。国际的游资是只受商业利益冲动驱使的，与政治关系不会巧妙的躲避。所以中国地板价的股市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因此对中国股市应该是持进一步看好的，希望股市能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不仅仅是晴雨表，而是直接往里注入资金的发动机，能够在振兴中国2025年GDP 增长5%以上的大目标的这个政策下，能够实现根本性的经济好转。这个特朗普的贸易战、关税，对吧？他的这些政策导致美股下跌，美股的投资人呢，有一部分资金他就要重新配置。但是有一点我要说这个会持续多长时间，这个不好说我个人分析，它是个短暂的行为。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港股、恒生科技股它涨得比较高它已经创了新高了。但是这个能持续多长时间，也打个问号随时会退潮。也就是说，这批海外资金一旦吃饱喝足，人家就撤了，或者美股它见底开始反弹，那这部分资金也就走了。说真正流到湖市的这个海外资金那是少之又少。大家还记得去年或者是1月份吧，今年那个股市不牛，债市牛，大家还记得吧？央行连发多少个文也要打压这个债市牛终于被压下来了。最近网上在传言说华西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玉，她是专门做固收的，她是女首席啊，在他们的晨会上面，这刘玉啊大哭，原因是公司给她的钱做国债期货亏到止损。当然这是传言啊，就是把券商的这个首席专门做固收的这个美女叫刘玉啊，亏到哭啊。还有负责固收的这个基金经理，因为他做债券啊，也是亏到这个在晨会上昏过去，还有的说是被客户骂昏过去的。大家可以自己看看那债市的那个走线图啊，就跟这个最近美股走势是一样，是暴跌啊。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还在胡适里面厮杀的这些金融消费者，还是要小心吧，说不定过一阵子这胡适的走势跟债市就一模一样，对吧？亏到爹妈都不认识。当然了，这个广发银行业首席叫倪军的这个分析师他说啊，经济可能会好到爹妈都不认识。这个观点正好恰恰相反，他认为接下来啊，咱们的经济可能好到连爹妈都不认识了。他说3月14号 A 股市场再度强势反弹，沪指强势，自去年12月初以来首次站上3400点，全天4500只股票上涨啊，机构疯狂涌入近800亿啊，也就是消费类股票狂涨啊，就是上个周五啊，大家还记得吧？实际上是因为受3月17号什么一个会议影响，大家认为要加杠杆刺激消费了，所以14号那天股市就暴涨。一是 A 股的爆发呀，尤其消费股爆发，几个利好：一是市场降息降准预期很高；二是3月14号人民银行发布最新金融和社会融资数据啊；三是下周一有2大重要会议啊，这个事实上证明都没有起什么效果啊，会开完了，这几天一直在震荡，也没有看见什么超大规模的什么刺激政策。然后说第4点，呼和浩特发布育儿补贴项目实施细则，补贴完全超出市场预期，确实超出了市场预期，但是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对吧？你要生第3个孩子，给你补贴10万，但要分10年给，人家就怀疑到时候你给不起怎么办？一年给1万。不过就在消费爆发之际，大家发现某卖方行业消费行业策略会特别冷清，实际上就是市场并不认可啊，就借着这个风炒作一下就完了。所以这个卖方这个消费行业策略会啊很冷清，几乎没有人气。对此有股民表示啊，说明消费真的见底了。那这就是纯粹是开玩笑啊，对吧？你的消费卖方策略会的没人参加，就说明消费真的是见底了。结果这个广发银行业首席倪军表示啊，如果仅仅认为是高切低，那可能低估了扑面而来的复苏，经济可能会好到爹妈都不认识。只能说但愿如此吧，经济好到爹妈都不认识，我看恐怕在胡适里面亏的爹妈都不认识，这个可能性更高啊。我们再看看啊，这个今天北京商报又发表股市评论员文章。这个北京商报啊，这个从不让人失望，关键的时候他就出来了啊，不仅对房地产对胡适他都有这个评论。北京商报发文表示啊，近日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重磅出炉，部署实施8大行动30条具体措施，更是首次在促消费文件中强调稳股市稳楼市。文件提出相应举措，努力让老百姓的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 A 股有逾2亿股民，意味着资本市场和居民生活已是不可分割的结合体，资本市场已成为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平台。股市稳不稳，直接关系到广大股民的钱袋子鼓不鼓。说资本市场连接供需两端，唯有股市稳了，赚钱效应才会足，财富效应越大，老百姓的消费意愿越强，消费底气也更足。一直以来 A 股的赚钱效应确实一般，3000点魔咒7亏2平1赚的观点对 A 股市场有着太多的误解，折射出是股民对资本市场赚钱效应的渴望。消费能力决定消费需求，稳定的股市能为投资者创造更多的投资回报，钱包鼓了，消费能力随之提升，消费热情自然高涨。这是北京商报的评论员文章，叫让股市赚钱，促进消费。还是那一套啊，就是让这些股民啊在股市能赚到钱，消费自然就起来了。但是文章他不说股市怎么赚到钱，这是通过股市自身内在的这种产生，它造血能力，对吧？这些5000多家上市公司，每家业务对吧都在盈利，给股东更大的回报。通过这个让股市涨，让股民赚钱。还是说人为的拉高股指啊，对吧？你都是垃圾股，都要退市的，你都把它拉到50块钱一股，这种也能造富，也能让投资者赚钱。如果说你通过
这个对吧？你的人为推高指数啊，通过弄虚作假，那为什么不直接发钱呢？印钱很难吗？何必这么累呢？这北京商报这搞不清楚，这个让股市赚钱，你得怎么赚呢？对吧？这5000家上市公司，你每一家都不要弄虚作假，你得搞自己的主营业务，你的主营业务每年赚钱都在增长，那持有这些股票的股民，那一定会赚钱啊。事实上呢，沪市里面5000多家上市公司，除了金融股，其他的上市公司4000多家加一起，没有几十家金融股赚的钱多，也就是那几千家上市公司都不赚钱，你就这个，你让股民怎么赚钱，对吧？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说股民赚钱了就会促进消费，这个显然也是一厢情愿，这个逻辑不成立啊。这就好比指望一个赌徒那赌徒是你去赌场赢钱了，那赌徒赢了钱之后他就会消费了。事实上很难赌徒他赢了钱之后，他一定会变本加厉的投入，接着赌，要赚更大的，这才是赌徒心理对吧？以胡锡进老师为例，胡锡进老师到现在肯定是赚钱的，这不用说胡锡进老师已经在胡市2年已经赚钱了，请问他消费增加了吗？他每顿饭也就是1碗面条，现在顶多就加个荷包蛋，你说他消费怎么增加？他的钱在股市里面还要赚更多我记得2024年还是2023年，经济日报说，对吧？让股民赚钱，对吧？什么也是刺激消费，结果从那天开始股市就加速下跌。你看2023年，大家查一下8月份，那这次北京商报看看有没有这个上一次那个叫经济日报吧，还叫什么报，看看有没有它零。这个给我感觉就是忽悠最后一波小白进场，跑步进场。这最后一波小白再不进场，他关不上门对吧？这个列车马上就出发了。刚才说到胡锡进老师你看他就是在股市赚了钱，他也不消费他消费顶多一天多加2个蛋，对吧？他倒是想买宅基地，想盖房子，这不是不让吗？胡锡进老师终于把他的枪口对准了李超人，这个给我感觉胡锡进老师犹如夹头附体最近李超人不是要卖他那个43个港口吗？遭到网上很多人口诛笔伐遭到正能量的这个批判商人无祖国，这个软骨头，把港口卖给美国人，卖给贝莱德。胡锡进老师写了一篇评论很长说对李嘉诚准备出卖43个港口给美国人，控制了贝莱德投资集团。老胡这样看，他说首先这笔交易的确包含了很多政治因素它是特朗普政府威逼利诱下达成的。特朗普、卢比奥等多次就长江合计在巴拿马运河两侧的港口表达应由美国收回的态度，这一点世人有目共睹，不需老胡多谈。一些人表示理解长江合计的在商言商，并认为包括巴拿马在内的很多国家都抵挡不了特朗普的霸道出手。如果让长江合计作为一家企业对抗美国国家机器的威胁，未免强人所难。更何况将那些港口卖出后，价值228亿美元，还是一笔好交易。李嘉诚的决定值得理解同情。老胡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鉴于美国存在政治利用那些港口压中国海运的极大现实可能性，香港大公报连发3篇文章反对这笔交易。香港特区政府表示，任何交易需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我认为合乎情理。而且我作为一名中国内地媒体人，支持香港特区政府采取措施阻止这笔交易。我相信这是大多数了解情况的中国人的态度。你看胡锡进老师有一如既往的代表了大多数人就大多数人都反对这笔交易。他说，我想劝长江合计负责人不妨挺起腰杆，勇敢与美国的威胁进行周旋。迄今为止，长江合计在未做任何抵制的情况下，就顺着美方的要求，与贝莱德旗下的投资集团签署卖掉几乎所有境外港口的协议，太软了，实属不应该。他们显然最了解这当中涉及国家利益的敏感性。如果贪图228亿美元的好价钱，故意接诱饵，属见利忘义。如果是害怕华盛顿的政治打压和报复，则未免过于胆小了。然后这个胡锡进举华为TikTok 为例就是如何反抗美国的打压。最后这个胡锡进还以孟晚舟为例说政府如何保护孟晚舟跟美国和加拿大斗争。然后胡锡进说长江合计大概不希望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是的，没有哪个商业公司愿意处在那样的风口浪尖上。然而当地缘政治跑上门来蛮横示威时，想躲很难躲开，投降更不是办法，因而唯有面对。公司做大了，一旦风险降临，社会责任与民族道义必须扛起来的时候就要扛起来。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既来之则安之是最合理，从长期看也是最妥善的选择。也就是老李，你别想跑，你得扛，你得跟美国干。
说李嘉诚已经97岁了，不知道这次交易是否是在他主导下推进的。一般来说，这个年纪的人，钱本身的重要性肯定会下降，公司的长期成功应该是他更大的期盼。那么何为成功？他肯定有多个维度，其中最重要的之一是公司发展如强大祖国的利益应当是协调一致的。就是胡锡进老师啊，给这个李嘉诚啊又绑上了一道这个道德枷锁啊，也就是啊，在这个地方你想不燃爱国赛道都不行，对吧？他要把你往爱国赛道上去推，这个不是你能选择的，这就是一种悲哀，这叫深深的悲哀。就是我就做生意行不行？不行，你得上爱国赛道。你说我不参赛行不行？不行，由不得你。可见啊，胡锡进老师啊，他一边嘴上喊着什么下鸟论，对吧？不要下鸟，自己呢拿着猎枪冲着李超人就来他3枪。所以说这个胡锡进他本质上有点精神分裂，他的精神正常与否啊，跟那个胡适走势有极大关系。胡适只要涨了，他的精神基本上就不正常；胡适一暴跌，他就露出一点人性。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啊，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今天说点不一样的啊，就是上一次我专门说了这个，对吧？李嘉诚卖这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是他判断啊，这种航运业务恐怕走下坡路，因为美国在逆全球化，美国反对全球化，对吧？这个航运业务一定是受影响，加上这个43个港口啊，这么多年的收益啊，一直是就是鸡肋，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人家这个时候有个好价钱把它卖掉，从商业角度来说，这简直是非常合算啊！这是我上一次说的啊，从一个交易来说，那简直是没有无可挑剔，因为一旦这个全球航运业衰落的时候，你再把这43个港口卖掉，没有人接盘，就像王老板现在先把他400多个万达卖掉，根本没人买，就这些什么正能量啊，什么胡锡进这种人，这种脑子的，他怎么可能想得明白这事呢？对吧？我们应该发动群众啊，每个人捐钱去买万达广场，不能让万达倒下，难道这不是爱国吗？为什么他不捐款去买呢？现在想卖不掉，没人接手，所以人家也提前量，对吧？提前预判，你现在卖贝莱德接手，你再过3-5年，你找不到人接手，你只能砸在自己手上，对吧？就像现在的万达广场一样，那你看啊，王老板现在疯狂的卖，也是卖了10几个，人家挑肥拣瘦的把那10几个买走了，剩下的不要。港口一样，43个港口以后啊，人家也是挑肥拣瘦的，挑3-5个港口买走，剩下的不要，你自己处理，你就赔吧。但一个商人啊，不能心无旁骛的去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根据市场形势去经商的时候，你说他能好得了吗？他能做的唯一的就是跑啊，对吧？就是惹不起我躲得起啊，对吧？秀才遇到兵啊，有理说不清。你遇到这些正能量，你能说得清吗？你怎么说你都是卖国贼，所以赶紧跑吧。所以说啊，真正有实力的这些什么资本家、企业家，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跑完了就跑不了了。这就是胡锡进老师啊这个下鸟论。胡锡进老师现在不仅是下鸟，而且直接冲鸟来3枪。第二个就说那个贝莱德，如果你对贝莱德有意见，对吧？你觉得贝莱德这家伙不安好心，对吧？跟特朗普是一条心的，那这个贝莱德在国内投资那可不少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对吧？贝莱德基金在国内很多关键的什么基础设施，那都有他份额啊，他的股权，对吧？他是人家股权投资投了多少啊？那难道不担心他利用这些股权来掐我们脖子吗？为什么这时候又不害怕了呢？对吧？把一个简简单单的这个商业交易，非要给他贴上政治标签，这就是这正能量，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第三一个啊，就是你胡锡进老师说这个卖这个卖那个，他完全没考虑到这港口啊，港口是人家所在国的主权，卖给谁不卖给谁，表面上看还是李嘉诚说了算，实际上，对吧？你这些交易还得受当地的国家这个制约啊，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李嘉诚拿到的无非就是叫经营权，对吧？如果特朗普想通过这些港口干坏事，他完全可以，他不拿这些主权，他也能干坏事。当然他拿下这些经营权干坏事更容易点。但是如果说从这个角度出发，你让一个商人，对吧？让一个民营企业去对抗，他对抗得了吗？这个就有点像啊，打仗的时候正规军不上，让丐帮上，然后说丐帮胆小，对吧？丐帮没有民族大义。那丐帮说我把这个讨饭的碗啊，打狗棍我都卖了不要了，我跑了，行吧？然后这个胡锡进就跟后面骂。所以说这些正能量啊，这所谓的爱国啊，本质上是在害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会让这些人吓得赶紧跑，留下穷鬼杀恶鬼啊，对吧？你们就互相比拼谁更爱国吧。要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加托老师真的是最爱国，因为他买了美国的小房子，然后他就是不卖给美国人。这个你要这么考虑的话，确实啊，加托老师现在啊可以沉冤昭雪啊，他这个行为是最爱国的，他就不像李嘉诚拱手啊把43个港口卖给美国人。如果加托老师把房子卖掉，那不跟李嘉诚一样吗？拱手把自己的房子和港口都差不多啊，对吧？一个是对吧靠船的，一个是靠人的。
所以我们这么一看的话，发现加藤老师果然是爱国啊。你这么一说的话，那胡锡进老师没在美国买房，那就是卖国，爱国爱的不彻底。照加藤老师来说，还稍微差点事啊。如果加藤老师把他美国的小房子卖掉，那美国人对吧？特朗普很有可能拿这房子做文章，用它来赚中国人的钱，来多收钱，对吧？来打压中国去的旅客。这么一说啊，确实在这个爱国圈里面，确实逻辑有点混乱啊，对吧？一不小心就掉到坑里面。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